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主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回应诗敬拜耶稣。耶稣，你是完美的救赎，施加能力是我们的盼望，空分赞美你胜过死亡，永远掌权，永远得胜。敬拜耶稣，全地都扬声赞美耶稣，向世界宣告，唯有你是主，列国都将荣耀归给你。敬拜耶稣，全地都扬声赞美耶稣，能力都归你，权柄都归你，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荣耀。耶稣，耶稣，以你的名，病痛的医治。耶稣，耶稣，以你的名，锁链都断开。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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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膝跪拜，万口都承认。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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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地呼喊，我们要耶稣。敬拜耶稣，全地都扬声赞美耶稣，向世界宣告，唯有你是主，列国都将荣耀归给你。敬拜耶稣，全地都扬声赞美耶稣，能力都归你，权柄都归你，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荣耀。
预备心，开始今天的礼拜。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望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我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我们若有信心，像一颗芥菜种，就是大山也要为我们挪开。我们一同站立，宣告大能的主必与我们同在。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牵着我，大山为我挪开，大海有路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担子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的话让我明白，你爱我永不更改。你保守我的心怀，紧握你双手不放开。你的话让我明白，你爱我永不更改。你保守我的心怀，紧握你双手不放开。大山为我挪开，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全心感谢，全心赞美，进入你的园。全心颂赞，献上为祭，是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一无挂虑，喜乐满溢。常常感谢，无助祷告，盼望在于你。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生活在世上节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梦里欢呼声永不息。全心感谢，全心赞美，进入你的园。全心颂赞，
喜是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一无挂虑，喜乐满溢。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在于你。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生活在世上节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梦里欢呼声永不息。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生活在世上节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梦里欢呼声永不息，一人梦里欢呼声永不息。天父我们的主，你配得所有的颂赞和荣耀，我们太想将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无论在高山或低谷，主你的恩典慈爱都与我们同在，你的信实永不动摇，你恩典够我们用，我们一生一世都要来向你歌唱，感谢你用厚恩待我。我心在高处，述说你恩典，你向我所存的意念，比繁星还多。我经过的谷，思想你心事，无论何时恩典够用，能力赋予我。我要向耶和华歌唱，耶和华歌唱，你用厚恩待我，依靠你的慈爱，救恩使我心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耶和华歌唱，我的不知动摇。你扬脸慈恩给我，恩惠慈爱随着我。清晨夜晚向你呼吁，你用厚恩待我，心事无止境。清晨夜晚向你呼吁，你用厚恩待我，心事无止境。我要向耶和华歌唱，耶和华歌唱，你用厚恩待我，依靠你的慈爱，救恩使我心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耶和华歌唱，我的不
花歌唱，你用厚恩待我，依靠你的慈爱，救恩使我心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耶和华歌唱，我必不致动摇。你扬烈慈恩给我，恩惠慈爱随着我。你扬烈慈恩给我，恩惠慈爱随着我。你扬烈慈恩给我，恩惠慈爱随着我。爱我们的天父，主啊，感谢你的恩典，你赐阳光普照大地，你也赐雨水滋润万物。主啊，你让四时运转，花开有时，落叶有时，也是生老病死。主啊，有时我们有天灾，有地震，我们人在你的手中是何等渺小，你却这样是如此大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感谢你。求主你让我们在你面前这样卑微的器皿，有主你的智慧，有主你赐我们谦卑，让我们为主你发热发光。在这末后的世代，天灾人祸，主你聚集我们微小的力量，把主你的爱传出去，到每个角落，让我们每个人都听到主你的救恩，你的福音。主啊，让我们因为信主，就在主的爱中成长。7日的头一日是主你的日子，求主你圣灵在我们当中掌权。我们献上我们所有的敬拜和赞美，求主悦纳。我们这样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请坐。弟兄姐妹，大家平安。看，请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神的话记载在旧约约书亚记第14章。约书亚记第14章，我们今天要从第10节看到第14节。大家看，我来读。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
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一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第12节，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衲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把他们赶出去。第13节，于是约书亚为耶孚尼的儿子迦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喜族耶孚尼的儿子迦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那第二处的圣经记载在诗篇92篇14节，诗篇92篇14节。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了枝酱而常发青。我再读一次，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了枝酱而常发青。以上。那今天一志牧师要证道，那证道的主题是老就是宝，老就是宝。那将以下的时间来交给一志牧师。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我们知道我们一生的年岁是神你所赏赐的。我们从出生到现今，无论我们的年纪多大，我们要数算我们的日子，好叫我们常得到感恩的心。谢谢主，让我们今天聚集在一起，来聆听你的话语，也通过这2处的圣经，能够让我们更清楚明白您的话语对我们的启示跟教训。我们将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大家平安。我们卢州教会已经在10月12号，今天11月12号，对不对？我们在那一天举行了重阳敬老的感恩礼拜，大家还记得吗？可是牧师不知道了哈，所以我用的那个信息就跟那个不相关。我那天是用做主的宗谱，所以我今天来补充因为我们重阳节是在上个礼拜3了10月29号刚过我就觉得，所以我们今天华语礼拜都比较年轻了可能我要讲的对象都已经在上一场礼拜了不过我们更需要听了更需要了解好，劳就是宝，听过这句话吗？它是出自于这一句“家有一劳，己有一宝”，有没有听过？有哈。那什么叫做劳？好，当然我们有法律的规定像我们现在我们的国家就是65岁年满年满什么叫年满？你知道吗？那个民法有规定，写得很清楚。我当过法规我对已经廖执事没有来廖国柱只是他也是念法律的这个法条都很熟在民法里面有规定，就是你出生的那一天算起，过了1年叫做年满，这样的意思懂吗？所以我们年满1岁以此类推了。所以我1955年民国14年10月5号生的，那我在上个月的10月5号就年满多少？70岁
啊，其实多不多？多，我觉得其实才开始，哎，好，那现在的人因为我们的科技发达，医疗进步，现在70岁到处都是了。以前杜甫做过一首诗，哦，叫《曲江》，他说他里面有一句话哈，叫做“人生70怎么样，古来稀了”，意思是说要能够活到70哦，不简单了，很稀少了，稀有动物啊，你知道吗？以前50几岁都廖执事长，刚刚念到你了哈，哎，所以以前50几岁觉得就很老了，你知道吗？哦，我上一场我有提到，我好多年前了哈，应该算是几十年前了，我跟一位林宗正牧师到美国佛罗里达去受训，3辅的训练，我们去了将近大概1、2个礼拜。那我们借宿在一个信徒的家庭，所以我们的同居了1、2个礼拜，就睡一个床上。那有一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他就问我，他叫我的名字了，因为他年长我他叫一次用台语讲义弟啊你敢没要唱一条歌叫做《红姑仔粿》，你听得懂吗？红姑仔粿就是一种糕饼啊。桂了，果了哈，那个是红色的，很好吃，甜甜的，里面有包那个那个馅，就是红豆做的那个有没有哈？我会啊，我会唱啊哈。好，他说你唱一句给我听，好，我就唱。隔壁老人做51回，好，他说停。那为什么要停？因为后面还有啊。后面是说送我一个大的红姑粿，老人，然后隔壁老人做51回，他说我今天就是我51岁的生日，所以我是老人了。因为很多年前，他现在已经80几了哈，我70，他应该大我至少有10岁以上应该有，好，所以以前的人比较容易衰老。提早衰老，可是现在因为医疗发达，我们70岁的人大有人在啊，所以我们那一句“人生70古来稀”，我们现在改成什么？人生70才怎么样开始啊？哎，所以我才刚出生啊，快要满月了。好，所以你看嘛，我们的老人人口一直在增加。我们这个世界已经进入一个高龄化的现象，所以我们国家规定65岁就可以怎么样领一个敬老证，或是说敬老的悠游卡，上公车会怎么样？哔哔哔！人家都说3声无奈，我说不是，是3声有幸。真的，现在坐公车不用钱。听说一个月有480点了，听说又调整了，我听讲了哈，听说的好像还调整到600点哈。那么会坐公车捷运悠游卡进了悠游卡很好用啊。听说去诊所有签约的，还可以那个挂号费可以免打折优惠反正很多好处就对了。好，所以。世界规定说，凡是65岁以上的全人口，如果占4%，叫做青年国，表示很少，都很年轻。4到7% 叫做壮年国，那7% 以上就叫老年国啦。那你知道吗？根据我们内政部去年的统计我们60岁的以上的老年人已经有400，这边有写39万。1444人，我们总人口数是2340多万了，这样这个比例已经占了18.76%，超过7% 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中华民国是什么国？老年国，对不对？超过好多，就是表示
5个人至少有1个人是65岁的人了啊。好，所以我们不能不重视老人的问题，因为有一天我们也会怎么样？变老，除非你不想老，除非你先走，就不会老，是不是这样子？好，这个都是难免的。我们尤其走在时代的尖端，所以我们的教会更需要关怀老人生活的种种的问题。好，第一个，我们现在确认现在社会中老人的角色。第一个角色叫新有闲阶级。我们常常说要去出国旅游，要有钱呐。现在去日本一趟要多少钱？如果5天，宏宇不是上次才出国过吗？花多少钱？韩国多少钱？这么便宜哦！哇，不修不，这样算很便宜，5天吗？那日本就不止了，好，你如果到欧美，更贵呢。我常看一个节目叫《绕着地球跑》，有没有？地球玩，他在介绍一些旅游的节目。哇，他有时候有广告，那个时候1天都要1万块以上啊。如果出去20天，就要多少钱啊？20万呢。哦，所以要有钱，然后要有闲呐。什么叫有闲？有时间啊！你上班的人要请假啊，怎么可能出去那么多天去旅游，对不对？所以叫做新有闲的阶级。因为退休以后，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我们国家规定是65岁就要退休，对不对？公务人员嘛，我的职场大概都是这样子。那你退休以后，你就可以讲究物质跟精神文化的均衡跟事实，所以让我们能够过得很愉快又有意义的晚年啊。第二个的角色就是我们有3个演变的角色。第一个小角色叫做逐渐消失的角色。没有错，我们还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有在家里面，我们是一家之主，特别是爸爸、丈夫，你有主导权，有经济权，有没有？因为要靠你赚钱嘛。但是当你退休了，你儿子长大了，你会渐渐把这个主导权交给你成年的儿女的身上，对不对？一定的，国主，我看你还很久了，一个笑脸，那第二个的演变的角色是什么？就是固执不变的角色。虽然有年纪了、老迈了，可是认为说我的生理上、我的精神上，我还像年轻人一样，我还是有主导权，我还是有权威，尤其是家里的经济权，只要我经济权掌握在我的手中，什么的话都要听我的，对不对？了解是，我们常常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了。这是一种很固执不变的角色啊。第3个叫做充实人生的角色。这样的人，他认为说，我已经到了人生的晚年，我的家庭、我的事业主导权我都交给我的儿女去接管了，然后呢，我自己要来开创我的人生的第2春或是第2个人生所以我们才讲说，人生70才开始我要好好的享受我的晚年。所以一个人对这样的扮演的角色的认清，会影响到他自己，也会影响他的周遭的人。因此，关怀老人，我们要认清他在家里面他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是让我们先有一个概念第2大项，我们来想看，我们怎样协助我们的老人建立新的形象什么叫形象 ？image。你看我们国柱兄穿得好不好看？他穿那个牛仔外套，帅。冠宇也是年轻就是有帅的本钱嘛，不是吗？
对不对？很棒，你笑什么？你不帅吗？不帅你太太会嫁给你。好，我们会注意我们的形象。像要出门之前，我师母都会说：“来，我看一下，头发有没有梳好？啊，你今天穿什么衣服？”他会顾我的形象。他说我就是他的镜子，你知道吗？因为他说有时候你要出去探访啊，你要去演讲啊，要去讲道啊，大家要看你啊，你如果邋里邋遢，这样就没有形象了。好，那老人呢，通常会怎么样？反正我已经老了，我已经退休了，就让他懒惰兼扁担。听懂这句话吗？这个国语怎么翻译啊？懒惰，龌龊不是，扁担是懒惰了，反正就是邋里邋遢的意思了哈，邋里邋遢。所以老年人经验，从他的经验中产生的智慧，是年轻人无法获得的无价之宝。因此老人要用长辈的身份扮演贤者的角色，来指导我们的下一代，无论在社会、在家庭中能够站立得稳。所以，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发挥自己的才能，贡献于社。老人还是可以贡献社会啊，所以我们要帮助他们。第一个，在观念上的改变，观念上的改变，特别是心理上要有一种概念，就是活到老。通常我们下一句叫什么？好，我把它改一下，活到老又不想老。这什么意思？就是像约书亚一样，我们刚读的圣经里面有没有14章10节到11节？你看这是谁讲的话？迦勒。迦勒是何许人啊？当年摩西有差12个探子，有没有去看迦南地？结果12个回来，10个说：“不行了，我们不可能。他们像巨人，我们像那个蚱蜢，我们不可能打赢他们。”可是约书亚跟迦勒就怎样？我们有耶和华上帝让我们依靠，我们靠着他，我们必定能够得胜，我们足以得胜。如果要投票，谁会赢啊？10比2呢？那10个探子说不可能啦，未战就先输了。可是约书亚跟迦勒就不一样，所以后来迦勒说怎么说？看呐，第10节后段那边，现今我85岁了。我刚第一场才跟李长老那个阿公啊你听了，你嘛85呢？你要跟大家说，看呐，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对不对？你看就像摩西打发我出去那一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是如何，现在还是如何。要有这样的观念。我这样讲话像不像70岁的人？不像我上一次生日的时候，我有拍个影片，然后就上传，还有很多跟我反映说，牧师你不像70岁，像40岁的人。我说你爱说笑，怎么有可能？我说一点都不像。好，那表示我的心里，我的心里还是很年轻的。好，那根据心理学家，他们把老分成3种类。第一种就是65到75岁，称为少年老。所以呢，我是少年老，你们就叫我少年的话，还不够老啦。75到85叫做中年老 ，middle old。那85岁以上，就像我们的那个灰熊长老一样，李长老，才真的叫做年老啊。你知道我们国家
内政部有统计，100岁以上有5000多人呢，算蛮多的了哦。所以你看嘛，我们现在这种分类就是要让你觉得说，我虽然老了，但是我还不想老，还是保持那种年轻的心理。第二个，我们要开创我们第二个人生。现在的老人都强调，70岁到90岁是人生的黄金时代，不然怎么会有那句话说“人生70才开始”，是不是？70岁正是你黄金时代的开始，也是享受完全属于自己的第二人生了。所以，这个人生的时期，每个年老的人，第一个，你可以摆脱家庭的负担了，你不用再为了家计生活去赚钱了，对不对？你有存一些老本了，你也不需要再养育你的子女了，他们都长大成人了，成家立业了。所以呢，你可以快快乐乐的按着你的兴趣，随心所欲安排你的生活起居以及你的生活形态，那就是 enjoy， 享受你的晚年生活。好，开创第二个人生。第三个，要消除你身心上的障碍。没有错，人到了年老，难免都要跑医院，有没有？三高啦，眼睛开始有老花眼啊，青光眼啊，或是很多的毛病。像我也是固定3个月要跑医院一次，看眼科，看泌尿科，然后都开那个慢性处方签，每天就是不吃也不行，吃。我每次要去领药，药房那个慢签的，他说：“不要这个药吃太多，也会造成那个什么肾脏的负担。”然后就介绍我要买营养食品。我说：“你这样还不是一样，叫我再吃更多的，对不对？”都为了要推销他们的产品嘛。所以没错，我们会有病，我们会有疾病缠身，会有各种生理上的障碍，也有老化的现象，这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有句俗话，台语这样说了：见讲讲过去，随讲随袂记，听得懂吗？意思说每一次讲都讲过去了，刚刚讲的马上都忘记了，坐咧就哈气，爱困。倒嘞困不起，因为它是有押韵的他说你如果有这样的，你坐着一直想睡觉打哈欠，可是躺下来呢，我现在真的有时候躺下1个钟头还睡不着那叫做老化现象。每个人都不可能避免的，可是老人你也是要锻炼你的身体啊，适当的运动啊，饮食也要有一些节制啊，来保持你身体的健康你知道不能吃太油、太咸、太多。这个就是你自己要会去调养生好，然后不要让你自己觉得所以我妈妈以前都叫我们说，你看到老人不能叫老灰啊。我说为什么？那个老灰的灰就是废人的意思懂吗？所以你不要看到人，这老灰这是一个不尊敬的。废就是你没有用的啦，废人了啦。所以在老人面前，我们不能说老灰要说老人家，懂吗？这是一种尊称。所以我们反而不要觉得说我老了没有用了，没有价值，反而应该更热心在教会的侍奉，跟我们社区的关怀。我们看我们圣歌队平均年龄都怎么样？蛮年长，对不对？我刚才在讲说，我第2场会呼吁我们年轻的人要加入啦，要世代交替啦。你们如果加入，他们的年龄就会降低了，平均年龄就会降低了，拜托，不然会断层他们很踊跃呢，座无虚席有没有？
有时候我们大型的礼拜才会有一些青年啊，或者是加进来，不是偶尔啊，要常常啊，好吗？宏宇交给你了，去招兵买马啊！不过我很敬佩他们，每个礼拜啊，所以第4个礼拜我们是别的团契县市以外，他们几乎每个礼拜6都来练诗，风雨无阻哎，你们做得到吗？哎，但输人天天嘛，哦，这些长辈啊，真的是值得我们来敬佩。第4个，要促进灵命的增长。老人比较有时间，我刚刚讲过了，所以我们应该更多读圣经，多多的祷告，积极的参与教会的侍奉，尤其对老人传福音啊。老人需要福音吗？当然要啊。因为他们接近天堂更近啊！哎，不是说年轻人就不用了哦，每个人都需要，人人需要主，所以我们更需要对老人传福音。就像我们刚刚读的诗篇92篇14节说，他们年老的时候，我们一起来，他们年老的时候仍然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啊！结什么样的果子？灵魂的果子，得救的果子。好，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说，教会对老人的使命是什么？我们常不要觉得啊，老人跟我们没有关系哦。有一天我们会老，所以我们更要重视哦。你看，我们说我们的国家是老年化的、高龄化的国家，对不对？年老国了，那我们泸州教会呢？你知道65岁占了几%？上一次我们70岁就有几个人，我们周报登52个人。那一天我说我也是，所以加我一个就53个，哎，不少哎，不少哎。如果把60岁也加进来，那更多，有没有？那个文正兄，你几岁了？你60了吗？快65了哈，欢迎啊！欢迎加入三生有幸啊！所以我每次一看都是哇，几乎都是年长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更需要对这些老年人来关心。好，如果我们的社区、我们的邻居有年老的人。哎，他们很喜欢年轻人跟他们交谈呢，真的，我们可以跟他谈话来传福音。所以教会对老人的使命，第一个，重建老人的地位。来，我们来读这一段的圣经，这一节，创世纪24章12节，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好，再一处，利未记19章32，来，在白发人面前，你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人，又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所以我们坐捷运的时候，坐公车有一个什么座，听说那个要改了，博爱座，好，要让给谁？有需要的人，特别是长者，好。来，箴言16章31节，来，白发是荣耀的冠冕，在公义的道上必能得着。好，这些经文都在强调，老人是众人尊敬的对象，他们也是对子女们的祝福者，所以我们才说，家有一老，如同一宝。我们更要强调圣经对老人的尊敬，以及他们应该得的地位啊！不要说啊，老人生病都不办了，不要管那么多了，会不会这样子？有时候我们对老人家会这样，不会尊敬他们，反而看成他们是已经没有重要了所以第二个，教会要负起对老人的传道使命。根据美国他们的教会的统计他们的教会在一起的进度有30%
是超过65岁。那台湾的教会的老人人口逐渐的增加。我刚刚讲到，我们70岁以上就有50几个人了，所以教会必须为老人提供更多的设施，比如说电梯，我们有电梯了，手扶梯，或者说那个斜坡，有没有？有些人要坐轮椅，我刚刚也看到一个姐妹，她也要坐轮椅，做一些的设施，还有一些的对他们有帮助的，比如健康咨询啦，或者有些教会有老人大学啦、社区大学啦，或是一些读经班啦，这些都是可以让他们来教会活动，像我们圣歌队是一样，他们来这边唱歌，我跟你讲，唱歌不会变老，真的，好，最后一个就是牧者应该负起对老人协谈的职责。我是一个牧师，我也常常觉得说，这个我从年轻到现在，我一向对老人很关心，不会说我现在老了才关心老人，没有，从年轻开始，所以我也期待快要回来的蔡牧师，那12月就要开始在我们教会了，我也期待他，因为我们教会的老人蛮多的，比例算蛮高的，能够负起对老人协谈的职责。你知道老人会不会自闭？会不会？不会，因为他变得很孤单，儿女都各自飞了，不一定在身边了。安邦，你有跟妈妈住一起吗？附近了，对不对？偶尔才会去看看他。有每天都一起吃晚餐吗？对，因为大家都很忙，所以一样嘛。现在人又生的少子化，那有时候就觉得然后又退休了，以前还没退休很忙啊，探访啊、开会啦、聚会啦，真的忙得不可开交。有时候晚上接到电话，我都要去医院。目前虽然我退休，我住五谷教会，他们现在也没有牧师，他们当然我就拜托我说，牧师，我们最近有2个信徒住在加护病房，有一个我还跟他们的家属去探访他，他说要临终了啦，所以牧师如果就问我说，如果有需要可以拜托你吗？我说没问题。所以我现在说我把手机我现在家里没有那个私用电话，只有靠手机，我就放在我的枕头旁边。万一半夜接到电话，我就要出门了。那我以前常常是这样子，在牧会的时候，电话来，牧师，我说谁现在已经很危险了，你能不能来医院一趟？好，我就马上过去了。所以，这个对老人来讲，有时候他们会忧郁，他们没有交谈的对象，他们很孤单，所以他们会想到说，找教会的牧师来协助。有时候他只是要找一个讲话的对象，让他倾吐他心里面的感受。你不一定要对他说什么话，你只要倾听就好了。所以老人有时候要找人讲话，特别是上了年纪的，我们常常说，老人会失忆会失智也会怎么样？会很多的毛病，会孤单，会忧郁。所以，你知道说，老人常常要常常讲话啦，你才不会退化。所以我常常就是不是练，恁牧师人拢出一支嘴啦，练消话啦，你听过这句话吗？像昨天有一个徐州王教会的一个长老，他姓黄，名字叫瑞典，黄瑞典已经80多岁了他打电话给我说：“牧师，你明天有空吗？”我说：“怎么了？”我说：“我们本来请谢喜明牧师，年纪很大了，要来讲道，可是他
前天急诊，所以这个礼拜他没办法来啊。他说不好意思，我已经答应泸州教会了你再去找别的牧师了，我跟他抱歉。可是他的长相跟我们那个乐天有没有职棒那个总教练九保有没有长得很像？我就常跟我们师母说，那个总教练就像黄瑞典长老。所以我昨天就开玩笑跟我的师母说，我接到乐天总教练的电话，说哈，真的对啊，他打电话跟我说，明天希望我来当那个救援投手。结果他跟我说，你又在开玩笑好，这个就是什么，也脸消也好，也是一种幽默感这样才不会太早退化，不是吗？所以有时候牧师讲道会讲的比较长，就是这个缘故了。话多了，不知道怎么收场。不过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老人需要有人陪伴他，跟他聊天。我也会有郁闷的时候，所以我通常会找一些我谈得来的知己朋友。牧师他跟我说：“你这样手机一讲都一个多钟头，我说有吗？有这么久吗？你们很有得了啊！我说那就很知己，谈得来，能够交心的朋友。所以你看，做一个牧者，他需要具备老人协谈的专长、知识跟技巧，才能够有效的侍奉及关怀老人。”对不起，按错了。好，要结束了。结论来说，老就是宝。我们念一次来，老就是宝。你老了吗？好，我们有一天都会变老。有一首歌叫做《渐渐变老》。当我老了，有没有？那个香港一个歌星唱的，所以无论是家庭或是我们的教会，你的家里如果有人老人家跟你同住的话，就是家里的宝了，认同吗？现在年轻人不太喜欢跟老人家一起住了，为什么？嫌啰嗦。不自由，关当关塞，是吧？可是我跟你讲，你的家里如果有老人家跟你，你要珍惜呀，你要尊敬他。一样的，我们的教会有年老的弟兄姐妹、兄长、兄姐，就是我们教会的宝贵资产。我们站在教会的立场，更要加强老人的事工，关怀老人的生活、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健康、他们的福利等等问题。因为创造的主，他从我们一出生，娃娃出生，他就关心我们，看顾我们，一直到我们头发斑白的时候，他仍然在看顾着我们。所以我们不要漠视年老的骨肉呢，不行。我们就是要珍惜，要尊敬他们。我们若是关怀老人的事工，总有一天我们也会被关怀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一天都会成为老人。如果神留我们的生命，这个就是我们的福气。好，我就分享到此。好，神祝福我们，让我们都能够延年益寿。将来我们也成为一个被人尊敬的老人，就从我们现在做起。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从上一代延长到我们这一代，我们也可以从我们这一代延续到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常常觉得说三代同堂是非常的幸福，但是现在因为年轻化，
少子化。通常我们有很多的孤人独居的老人，没有人关心他们，没有人照顾他们，所以我们的政府开始注重这一块的事工。一样的，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们也一定有老人与我们同住。我们必须更多的爱心关怀在他们的身上，陪着他们聊天，陪着他们一起去做一些的活动，也陪着他们到教会一起来敬拜服侍。主啊，因为我们都能够三代同堂，在我们的教会里面重视老人的事工，因为有一天我们也会变老，我们需要被关怀。主，谢谢你让我们的泸州教会有这么多年长的弟兄姐妹，我们必须在这一个事工区块上更重视、更珍惜，也尊敬他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也求你看顾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都能够健康平安。我们将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来感谢一致牧师为我们来勉励。虽然我们这一堂是华语堂比较年轻但是牧师以圣经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要敬老，也要那个尊敬长辈们。来，我们现在来唱回应诗，敬拜耶稣，我们大家起立唱。你是万民的救赎，释迦能力是我们的盼望，空分证明你胜过死亡，永远长存，永远得胜。敬拜耶稣，全地都扬声赞美耶稣，向世界宣告，唯有你是主，列国都将荣耀归给你。敬拜耶稣，全地都扬声赞美耶稣，能力都归你，权柄都归你，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荣耀。耶稣，因你的名，病痛的医治。耶稣，耶稣，因你的名，所有都断开。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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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膝跪拜，万口都承认。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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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地呼喊，我们要耶稣。敬拜耶稣，全地都扬声赞美耶稣，向世界宣告，唯有你是主，
列国都将荣耀归给你。敬拜耶稣，全地都扬声赞美耶稣，能力都归你，权柄都归你，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荣耀。来，请坐。请我们这时候预备心来奉献，请同工一起来执献。请我们起立来唱奉献的诗歌。请坐。今天不晓得华语堂有没有新的朋友？没有哈？那好，那我来做教会的消息报告。我简单来做教会消息的报告。待会呢会举行11月份的庆生会。我先请问一下，11月份有寿星吗？有哦，真怡。好，那待会要赶时间吗？还是现在先庆生？哦，先报告哈，我还以为真怡老师要赶时间。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二点。第二哈。是1月9号，也就是下主日，是台神的奉献主日啊。那为着台神哈的那个教育啦、训练啦，还有整建之类的相关事工，那请大家来关心代祷。那第三是1月23日举行感恩节的感恩礼拜啊。这一天呢是联合礼拜啊，提醒华语堂记得是1月23号是9点开始。感恩礼拜，那也请大家以感恩的心来纪念主的恩典，感谢主一整年来的保守及赐福看顾。那提醒大家就是预备心啊，来做个人的感恩奉献。那第四，这个消息大家都知道，这个沙发区就提供给新人以及招待使用。那第五就是周3晚上8点的读经祷告会，邀请时间上可以的话，请踊跃来参加，为着教会守望祷告，也来读经亲近神，来彼此代祷，蒙福得力这样子。那第6，会计报告10月份的收入以及支出，请大家亲自过目。那接下来团契消息，同心团契在下主日台语礼拜堂结束后呢，在1楼来举行例会。那主礼就是我们的俊宏长老，主题是列王记上下。当然有标注魔镜告诉我点。那有关肢体的相通部分也请在灵修啦，或者
随时在家里空档时间就来为这些肢体代祷，不管是外出的身心灵欠缺的或者住院都提名为这些代祷，还有为国家啦为台风之类的就是按照那个上面，或者你有所感动，知道哪位弟兄姐妹有需要代祷，都请拨时间来为他们代祷。相信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神就会加添恩典赐福我们。那我们这时候来做散会的诗歌。对不起，庆生会来，对了，来，我们请寿星11月份的寿星来到台前，对，珍妮老师，华语堂只有珍妮老师，台语堂比较多。哇，今天珍妮老师拍个照，为珍妮老师祝福。来，我们来唱生日快乐歌。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好，我们来为郑怡老师做祝福的祷告哈。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候为我们的珍怡老师，就是君永长老娘哈，来庆生。我们求主祝福他永远年轻能够身体健康万事亨通，灵魂兴旺，在他的工作、他的家庭都蒙恩蒙福。我们为他献上我们的感恩，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珍妮老师生日快乐！这个时候真的要来唱散会诗了，那请大家一起起立来唱散会诗平安。那唱完之后，很邀请我们的一致牧师来为我们祝祷。这是神赐的一年。我们仍然站立来领受神所给我们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与充满，
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我们必会默祷。